好，咁咧，而家我哋開始噶啦。咁首先咧，我想同大家講聲啦，今日咧嘅主要目的咧係因為網上邊咧太多太多嘅傳言預言，講錯咗，預言就話有地震啦，有海嘯啦。咁因為咧，我身邊咧亦都有啲朋友啦，好多朋友係因為呢啲所謂嘅預言之後咧，令到咧佢個日好唔平定。我身邊都好幾個都係咁樣，咁所以我發現咧，太多人相信呢啲預言嘅時候咧，咁只會俾一道力咧去呢個預言變成真實。咁所以咧，我想喺呢度咧，先請大家去理解一下先理解下，理解啲咩？如果假設個天真係要滅亡一樣嘢，其實咧佢冇必要，亦都冇需要俾我哋任何一個人知道佢將會滅亡，呢個係好正常啊。咁但係點解個天要俾某一啲人知道某一樣嘢會將會滅亡呢？其實係一個警示嚟嘅啫，即係只係一個通知嘅渠道。我而家通知你啦，呢個地方或者呢一件事將會發生。咁你收到信息嘅人，咁有冇人收到呢個信息之後，去為呢一個地方好，或者為嗰個人好，去做一啲嘢，令到嗰件事唔會發生呢？咁呢個係個人嘅選擇嚟嘅。咁同埋咧，點解我咁肯定？如果集合大家嘅力量咧，係可以將所謂嘅預言咧改變咧。我唔知大家咧有冇記唔記得咧？香港以前有一個風啊，有一個颱風叫山竹。咁咧，我住屋咧係住頂樓嘅。咁咧，我第一次呢個係我自己個人經驗啦。我第一次咧感受到咧香港打風咧係會有咁有威脅性嘅啫。咁當我感受到嗰座樓真係喐嘅時候，我先發現原來打風係咁誇張，即係我從來未試過啊嘛。咁嗰次係我第一次感受，真係會喐啦，真係話嗰種唔平定嘅感覺好強烈啦咁樣。咁自此之後，每一次香港打風，我都會同啲颱風溝通嘅。咁我會同佢溝通，咁因為我嗰個位咧，其實都我自己住嘅地方都比較食風嘅。咁咧，當新聞或者我聽到嗰個風好強烈、好強烈嘅時候咧，我都會同個颱風溝通，我要減佢速，將佢嘅速度減慢，將佢嘅破壞性減低。咁呢幾年因為我唔係幾記得山竹係幾時嚟啦，但係我記得好似一幾年嘅，我唔記得，確實我唔記得邊一年但係由嗰年開始事實上之後嘅風咧，真係喺我自己感受性上邊咧係冇咁大威脅嘅。甚至乎我上年去日本旅行嘅時候咧，咁啱又係食正個風。咁但係咧，最後咧，我係本身嗰一日咧，我係要搬酒店啦。咁個日本嘅新聞咧都話明嗰日咧係超級無敵橫風橫雨噶啦，亦都係好誇張噶啦。咁但係當嗰日真係去到嘅時候咧，亦都係減弱咗嗰個風咯。即係所以我相信咧係可行嘅。咁我自己咧亦都曾經為咗呢個預言咧，我去做咗一啲嘢，但係我發現唔夠力。我做咗啲乜嘢咧？我想先令大家去理解一下。咁呢個係一個板塊地嚟嘅嘛，係咪？咁咧我嘗試過，我真係攞日本嘅板塊嚟試驗過。咁當我知道有呢個預言之後咧，喺3月初、3月中咁上下啦，我就做一啲嘢啦。我做咩？我將呢個板塊黐埋一齊，即係你都知佢咪好多島嶼噶嘛。其實每個地方或者每一個國家啦，其實都會板塊都會有裂紋噶嘛。如果大家睇下去感受下，其實你會發現咧，所有嘅板塊都係會有裂紋嘅。OK。咁但係我發現咧，嗰日我去第一次去嘗試做日本呢個板塊嘅時候，最大嘅裂痕係3個地方，係我一陣間俾個地圖大家睇啦吓。第一個地方就係即係東京嗰邊向北嗰邊啊，咁嗰條有一條裂痕。咁之後咧，中間即係可能大阪中間有一條裂痕。咁之後再落就係九州嗰邊啦，咁係3大裂痕係最明顯嘅。咁我嘗試咧，咁其他嗰啲細裂紋我就唔睇啦。咁我嘗試咧，將呢3大嘅裂紋咧黐翻埋佢。我嗰日黐完咧係 OK 咗，但係咧佢好快又甩。
我第二日再做，佢有啦。我第三日，總之我黐過好多次，我將佢不停咁強烈地幫佢合併之後，我第二日再做嘅時候咧，佢都係會甩。咁而呢個裂紋咧係，而呢個裂紋咧係不停咁好強烈，因為通常嚇，如果你真係個裂紋係黐得合嘅時候，係黐得合嘅時候咧，其實係唔會有咁多裂紋會不停咁裂開噶嘛。咁即係話咩意思？咁即係話嗰個裂紋咧，佢太強啦，即係嗰個恐懼嘅意識太強。我一個人係唔夠力去做呢樣嘢，咁所以我今次咧想邀請咁多個人嘗試，每一個人都去做呢件事，令到呢一個板塊圖係可以合併。咁咧，我由4月開始咧係會去到9月，但係我想俾大家知，唔係淨係日本呢一個板塊嘅裂紋咧，唔係淨係喺日本身上有嘅，有好幾個國家，尤其是島嶼國家特別多。台灣啦，台灣係一個島嶼國家啦。印尼啦、菲律賓啦，咁呢幾個係最大嘅島嶼國家啦。OK，咁另外北極同南極咧都係需要有啲嘢要調整嘅。咁所以咧，我哋會分唔同嘅位去做唔同嘅嘢，因為呢幾個國家咧，我全部已經都做過。咁我發現有咩問題嘅咁樣啦。咁我先俾個日本地圖大家睇先，因為我講嘅時候咧，大家要有一個想像力啊！如果唔係咧，做嘅時候咧，個效果唔夠強噶啦。咁咧，大家如果睇到咧，其實咧會望到咧就係依一個位置喺頭先我同大家講啦，喺東京以上，即係向北邊嗰度啦，寫住秋田嗰個位咧，就係其實係有一個好大嘅裂紋，佢係裂開咗上邊嘅。咁之後中間咧就係名古屋啦、大阪嗰度有另一條裂紋啦，就裂開咗啦。OK，之後就即係佢分3大笪地方啦。咁咧依刻我會帶大家開始做呢樣嘢啦。咁首先咧，我想大家先，而家你望住呢個圖，大家有冇人係唔明白我講啲乜嘢，或者有冇人係想問我一陣間做嘅過程應該點嘅？有冇人需要發問先？因為你哋一定要清晰，咁清晰嘅時候咧，你先知道我哋做嘅過程裏邊咧係你會有感受，發現究竟點樣為之強，點樣為之弱，或者喺你將佢合併嘅過程裏邊咧，你哋會發現有咩感受，係覺得應該有啲位要做啲乜嘢，或者要強烈啲加強啲乜嘢？有冇人係唔明我頭先成個過程講乜嘢先？有冇人唔明？如果有人唔明，可以而家即刻問我，咁我會即刻話俾你哋聽。有冇啊 ？Sorry，我遲咗入嚟啊，可唔可以講下？OK， 咁咧頭先我嗰個地圖咧係想話俾大家聽咧，就一齊會做一個意念上，我要將成個日本嘅地圖合併，成笪地啦嚇，你當成笪地啦 ，OK 合併，因為佢會裂啊嘛，裂嘅時候我哋就要做合併啦。咁就等佢唔好咁容易裂出嚟，而導致有問題咯，得唔得？頭先啱啱入嚟嗰個係 Emily 啊。頭先問我嘢嗰個係咪 Emily 啊？係 Irene 啊？吓？聽唔聽到？係邊個？我話係我問你嘢頭先。你係邊個？我係 Irene 啊，Irene 啊，見唔見到我個樣？咁得啦，咁得噶啦。你收完學完就 OK 啦。睇唔睇到？因為你一陣間會知道我講乜噶啦。你只要跟我做就做到噶啦，咁就冇問題啦。咁我哋而家可以開始噶咯噃。我開翻個地圖先啊，等我一陣啊。我想問咧，做幾耐啊？好。OK，
大家睇到嗰個地圖嘛？應該睇到係咪？到，睇到有睇到，睇到。OK。咁咧嗱，我講一次啊嚇，我再講一次。咁我哋而家先做咗日本先，因為日本咧而家當下係最被認為出現問題嗰個國家，所以咧個恐懼性咧比其他國家強烈。咁所以我哋先做咗日本。咁咧大家咧留意，總之呢個係我已經上網揾出嚟嘅，係呢個咧係成個日本嘅地圖板塊。咁我哋而家要將佢合併。即係佢原身係咁樣嗰啲島嶼就唔係合併啦，即係你入邊咧，你見到咧有啲你哋就當啦嚇，嗰啲裂紋啊裂開嗰啲就係我所講就會裂開嘅地方啦。咁你哋就要將佢黐埋。我嘅意思係咁，得唔得？好，咁我哋先而家開始，大家先眯埋雙眼，慢慢深呼吸。慢慢深呼吸，之後嘗試將整個日本嘅地圖喺你雙手上邊呈現出嚟，用下你哋豐富嘅想象力，將佢呈現喺你雙手入邊。當呢個地圖咧，成笪地方喺你雙手嘅入邊嘅同時咧，首先想象下有一道白色嘅波，白色嘅，你可能係一個圓形嘅波啦，一個球啦，又或者係一道杆啦，總之白色嘅杆包住呢一個日本地圖，成個日本板塊嘅位置都包住佢。當包住佢嘅時候咧，你感受下呢個日本嘅地帶，可能有啲人咧會發現咧，成個手係會有一啲麻麻刺刺嘅感覺，有啲人咧可能覺得有啲重嘅，又或者有啲人咧覺得佢好似好唔平衡嘅，任何感覺都唔重要，總之你有感覺就有感覺，冇就冇咯。當你好肯定你而家手掌上邊係發現嗰個日本板塊喺你手入邊嘅同時，喺呢一刻，你用你嘅意念，用你嘅想象力去想象下呢個地圖裏邊咧係會有裂紋嘅。而家你就將你兩隻手將佢合併，好似砌圖咁樣，或者砌積木咁樣，將佢砌翻埋一齊。但係咧，如果大家咧如果有感受嘅話，可能咧砌嘅過程將佢合埋一齊嘅時候咧，有機會你哋會感覺到好似有道氣或者有道力咧，好似將你兩隻手要分開，越拉越遠。呢個係一個阻力。咁所以咧，當你感受咗呢種阻力嘅同時，你就再繼續將佢合翻埋一齊。我哋需要一個時間。若果咧你係個想像力唔夠，你覺得好似仲係唔夠咁樣，感受唔到，唔緊要，你就當佢係喺一啲積木㗎。可能你以前砌過積木嘅，係需要攞膠水，你就想像下你自己攞膠水黐住嗰啲裂紋都得。因為我淨係需要係咩？我要將嗰啲裂紋黐翻埋一齊嘅。
喺依刻咧，大家想象一下，如果大家有去過日本或者冇，你想象下富士山係一個火山口嚟，咁咧佢下邊嘅板塊咧係有喐動，令到富士山係想喐噶。啊，我意思佢想爆出嚟。而家咧，大家可以集中注意力喺呢個富士山嗰度，繼續用呢個白色嘅光擺落富士山入邊，因為我要將佢嗰個裂紋修復，同埋將佢凝固。所以依刻大家可以將注意力擺喺富士山嘅位置，因為佢俾我睇到出嚟，佢係有裂紋同埋有熔岩流出嚟，咁所以希望大家依刻可以注意力擺喺嗰度。好，之後我哋再將注意力集中喺地圖入邊咧，大家會望到有一個寫住仙台嘅點嘅，之後下邊有個鬼路村啊嘅點，咁嗰個點嘅出邊係海嚟嘅，大家注意力集中喺仙台出邊嗰個海域。
當你哋注意到仙台出邊個海域嘅時候咧，將你哋嘅注意力全部集中喺一個海域上邊，同樣將白色嘅光全部擺喺佢對出嘅海域上邊，因為佢依一個海域咧不停咁樣好強烈咁係咁波動緊，咁所以咧需要去平靜落嚟。所以將你哋嘅注意力喺佢出邊嘅仙台出邊嘅海域裏邊，令到呢一個海域地帶全部平靜。所以啦，大家咧可以繼續將呢種白色嘅波或者白色嘅光包住整個日本之後咧，之後慢慢深呼吸就可以翻嚟啦。我想問下大家，大家有冇人做唔到啊？咁即係全部人都做到係咪？做到，但做到嘅係要用膠水，用膠水，開到要用膠水。其他九州啊、鹿兒島嗰邊咧，就好快就推咗佢埋去啦。即係我就咁去推咗佢哋黐埋一齊。嗯，咁好嘅，去到富士山嗰度就有啲難度啦。富士山係嗰度出邊，我揾唔到咩
嘢支撐我推佢埋去啊！嚇，嗯，咁仙台嗰度就容易啦，因為喺個海嗰度要佢平靜啲，又即係感覺到佢係凝固咗咁咯。即係呢個就係我頭先做嘅經驗咯。係啦，因為咧大家如果一開始咧應該有同我同一個同感咧，其實應該大家應該就算你哋未嘗試過嘅人都好啊嚇，應該一開始嘅時候咧，你將成個板塊要合住佢嘅時候咧，其實你應該兩隻手咧會有一個感覺，好似係咁俾一道氣推開你兩隻手咁嘅，個感覺應該會有好明顯，因為佢嗰度力真係比較強。咁可能大家都會有個感受性比較強嘅地方，但係當我頭先慢慢同大家一齊調嘅時候咧，好明顯嗰度力咧係真係弱到平咗喺度，所以去到即係平啦，咁所以我先叫大家可以停啦，咁樣咯。有冇人係感受唔到有到阻力噶？咁即係全部都感受到。好，咁咧，我想同大家講。咁呢一個動作吓，你哋而家了解咗啦，係點樣運行啦，點樣做啦？咁個地點咧，頭先因為富士山啦同仙台出邊嘅海域咧，係我頭先一度做嘅時候咧，佢話俾我聽嘅，咁所以我要俾大家知嘅啫。咁所以大家如果嚟緊之後嘅日子，你哋如果得閒，每一日得閒，你哋都可以做嘅，冇限制嘅。總之你做嘅時候咧，你要好平靜，好似頭先。我同大家一齊做咁，可以好短嘅時間。總之你好強烈嘅想法，好強烈嘅想像力，之後將佢合埋一齊。呢個係一個意念啦，令到嗰樣嘢係得到調整嘅。咁大家可以嘗試一下。咁如果你哋身邊有朋友聽到你咁講，都想做得唔得？得。你話你俾朋友聽噶，你教你朋友將我講俾你聽嘅嘢，你講俾佢聽都得。咁一陣間咧，我盡量都會將，因為有人問我有冇辦法可以再將呢啲嘢俾其他人知。咁所以我頭先咧係將成個過程錄低咗嘅。咁之後我會再擺翻出嚟。你哋如果有興趣，可以擺翻俾你啲朋友。等總之越多人做就越好，因為個力度係唔一樣嘅。因為而家驚嘅人比平靜嘅人少，唔係多，驚嘅人比較多，平靜嘅人比較少，所以咧一定要越多人越平靜，咁先會令到呢個驚嘅能量唔好再喺嗰啲地方度衍生出嚟。Kathy，我想問咧，佢哋嗰啲語言可能講到唔係淨係日本啦，亦都可能涉及到有中國啊，有香港。咁我相信好多香港人咧都會特別對呢一樣嘢係有一個感覺啦。咁如果除咗日本之外，可唔可以做埋其他地方㗎？可以啊，其實因為頭先有人問我要會幾耐時間，但係我冇諗過日本已經佢突然間會俾其他地方我顯示得到啫。咁所以咧，其實咧佢成個過程咧，我頭先我而家俾大家睇下，其實咧有幾個地方頭先我講過嘅，除咗日本之外嚇，台灣、印尼、菲律賓呢啲島嶼國家都關事。咁另外再有兩個國家都關事，北極同南極。所以咧，呢幾個島嶼國家係特別強嘅。OK，咁咧，所以你喺其他嘅國家裏邊咧都可以做嘅。總之你知道，就算Even而家早排係咩啊？緬甸咪地震嘅，即係如果其實地震都係因為板塊問題啊嘛。總之其實大家邏輯啲簡單啲。所有關於板塊問題嘅國家都可以做，得唔得？咁只要你知道佢成個地圖嘅嗰個板塊嘅結構就得噶啦，即係你上網揾咯。我頭先啲地圖都係上網揾嘅咋，我而家 show 一次俾大家睇其他國家嘅地圖，咁你哋就會知道，原來呢啲地圖呢啲位置你哋都可以照合併佢就得噶。等我陣啊。台灣咧都係另外一個島嶼國家最大出現問題嘅國家嚟嘅，咁所以咧你會見到咧，咁咧但係咧台灣同日本咧
個裂紋係唔一樣，即係我所見到啊嚇，個裂紋係唔一樣嘅。台灣咧嗰個裂紋咧係即係好似嗱台北同台南啊嘛，係咪？即係台北縣之後去到高雄市啦，佢係打直落嘅條裂紋，所以頭先同日本係唔一樣嘅條裂紋。所以如果譬如大家去想合佢嘅時候咧，可以將嗰一條中間，即係台北至高雄市，佢係喺中間裂紋嘅，咁你就將左右兩邊合咗佢咯。而且咧，佢咧雖然中間嗰條係最大啦，佢裂到咧大約啦吓，去到嘉義市嗰度咧，佢裂開三橛嘅，佢再有幾條線劃分出嚟。或者我稍後我嘗試喺條片度加埋嗰啲裂紋位俾大家，咁大家可能做嘅時候咧會清晰啲啊吓，咁樣。咁另外咧，呢個係印尼，咁咧印尼咧佢個裂紋唔係多。但係佢會有嗰啲，因為佢個板塊喐嘛，咁嘅海咧係咁打上佢嘅島嶼上邊咧，係特別多嘅。尤其是喺邊啲島嶼地方特別多咧？左右嗱，如果我哋望 mon 啊，望住個 mon 嘅話咧，右手邊咧最右手邊嗰個係紅色噶嘛，紅色過啲就有個橙橙地色啦，再過啲嘅時候有紅色、綠色、橙色，嗰中間嗰兩橛。係特別大反應嘅，嗰個海嘅反應係特別大嘅，咁所以大家可以留意，如果要令佢唔好啲海膽即係出現一個咁大嘅波動咧，係喺佢周邊嘅海裏邊，要令到啲海平靜。我會唔會講得太快？大家理唔理解啊？理解到。OK， 係啦，如果真係唔理解咧，大家如果真係唔理解咧，唔緊要嘅，你哋可以再問我就會話俾大家聽。咁呢個係印尼嘅 ，OK。咁再個菲律賓都係，因為咧全部島嶼，佢哋全部都係一啲島嶼國家，所以咧佢哋特別容易受板塊移動而影響啊。咁所以大家可以睇下個地圖之後咧，咁佢邊啲位最大嘅反應咧？因為太平洋嗰一邊嘅下邊。嗱，上邊咧就係馬尼拉嘛，係咪？馬尼拉下邊宿務出邊嗰個海域咧係最唔平定嘅。OK， 呢個係第一個。另外咧就係馬尼拉咧嗰個位好似 lift 咗入去，好似凹咗落去噶嘛，嗰個海域都係唔平靜嘅。咁大家可以做呢啲國家嘅時候可以留意嘅。OK， 另外啦，呢個咧係南極，唔係北極。咁咧北極咧最大啊，北極同南極最大嘅問題在於佢啲即係話佢地球問題啦吓，暖化問題啦，因為佢不停咁樣係令到啲水越嚟越多越嚟越多嘛，咁所以倒翻轉頭咧，要令佢唔好溶解咯，要強烈化，好似頭先我哋做富士山咁。要將佢嘅液體變成凝固體，咁咧就會令到咧成個海洋咧就會平靜啲噶。咁呢個係北極、南極都係，咁大家可以嘗試一下咯。可以嘛？而家呢度大家 OK 嘛 ？OK 啊。咁如果 OK 咧，大家可以之後嘅日子大家可以嘗試一下。咁我之後會再話俾大家聽，嚟緊我會5月嘅時候會再安排邊個日子。咁或者我睇到啲咩其他嘅信息嘅時候，我就再話俾大家聽，可以喺邊一啲地方再做一啲嘢咯。咁希望大家可以將呢一件事逐啲宣揚出去，因為咧讓呢個我哋嘅工作就係為求破解呢個預言啦，唔好破解呢個預言咧，咁大家就可以唔使咁多恐懼嘅日子裏邊生活，就係咁啦。OK， 今日嘅就係咁多。
唔該晒大家咧。如果譬如你哋有做善事，即係唔知點樣回向咧，我想話俾大家咧，呢個行為動作咧，都係你做緊善事嘅一種嚟嘅。你可以同你嘅天，即係同你嘅神講，同你嘅，如果你信佛，你就同你嘅佛講啦。咁呢啲都係可以做翻你自己嘅回向嘅，就係咁啦。OK，咁今日就係咁多，有冇問題？冇問題，我哋就可以下次啦。拜拜。拜拜。